他人呢？回去了吧？你不去上学啊？我这就去。朦胧诗是新时期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，因其以内在精神为主要表现对象，多采用象征暗示的手法，从而在诗意上呈现出一种模糊和朦胧，而得名。朦胧诗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特点是：一、内涵上寓意深厚，不求显露，思考人的本质，探索人的自我价值，体现诗人的主体意识；二、艺术上意象扑朔迷离，一改新诗明白如画的特点，以普遍的暗示来代替。什么意思啊？这爱心便当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你是想拿老师来试手是吧？来，告诉老师，你看上哪个男生了？我没有看上哪个男生。老师，你快吃吧，我做了好长时间呢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我是觉得廖老师太辛苦了，学校的饭菜又不好。这姑娘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我这桃花运真是犯错了地方，该喜欢的不来，不该喜欢的瞎来。啊，慕容同学，你的心意呢，老师笑纳哈。不。进。主任啊，坐。我有点事儿呢，想跟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是关于廖学兵廖老师的。他妈出这是什么呀？假的吧？还有烟吗？那个，脱这个。这他妈咋叫骗子？操！大哥，这根你留着。大哥，果然言归计划，现在应有效果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啊，谢谢哥。后面的事儿你小子要盯紧啊！好哥，您放心，哥，包在我身上。孟老师啊，你说的这个情况属实吗？主任，这个请您一定放心。可是我们这手里头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哎呀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啊。主任，别着急，一定会有的。阿娇，把活动扳手给我拿过来。我
说我要活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你不是说你照顾你弟弟去了吗？啊，我不管他了，我。烈火，这高三4班的实力可是跟高三1班都有一拼啊！他们可是上届的季军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比赛还没开始你就怂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咱们能不能别太意气用事了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个时候，咱们谨慎一点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尽长他人威风。现在谁想退出，早点说。兄弟们，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。赢下这场比赛，我们就离冠军不远了。来，1、2、3，耶！我觉得你们已经尽力了，不用太难过。嗨，都干嘛呢？不就输场比赛吗？又不是死。是，成王败寇，技不如人，还能说什么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上届第3名把咱们打成这样，想拿冠军没戏。可乐，你满意了？我们输了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放弃了？我们再继续啊，也没赢的份儿。那本来我不是这么看的，可现在士气和斗志都没了，赞同你的说法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是怕你们吃不了苦。只要能让我们赢，我们什么苦都吃。好，话是你们自己说的，等比赛赢了以后，答应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廖老师，我知道慕容兰洛很喜欢你。对啊，像我这样的老师，有同学喜欢是很应该的，因为我是 Super Teacher 兵嘛。你知道我说的是哪种喜欢？怎么？难道喜欢还分种类啊？是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的那种喜欢。可是你们都还很小啊。是啊，现在我18，您26，听起来是很小，但是您30，我22，您40，我32，我爸爸也大我妈妈这么多呢。很有道理。小丹同学，不如我告诉你个秘密怎么样？在我18岁的时候，我也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而且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喜欢她。她的名字叫做苏冰云，就是你们的苏老师。廖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嘛。你现在还很小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等你到我的岁数的时候，你应该会明白。再见。廖老师，我们真的是朋友吗？不知道吧？当然知道，还是给我留个微信吧。下次再说吧。老师帮什么呀？你别乱说行吗？哇哦，老师你今天穿的蛮帅的嘛。那是，老师很时髦的。廖老师，你快帮帮他吧。老师替你吃吧，省得浪费。不用了，廖老师，都已经画完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廖学兵人呢？我们不会又被耍了吧？不能吧？我看他那样，他也不像骗人的呀。咱们还是先等等吧。啊，廖老师，廖老师，怎么了？快点说呀！你倒是。他说他在海边等你们。如果10分钟不到，你们就别去了。才跑这么点路，你们就累成这样了？你们几个货果然不是这块料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请了一个打篮球很厉害的高手来训练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往后的每1分钟，你们将永生难忘。如果想后悔、想逃跑的，现在就滚蛋；如果想当男子汉、是个爷们的话，往前跨一步。都不错啊，叶老师，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。既然你们廖老师把你们交给我了，现在听好了，原地趴下，俯卧撑，每人200个。什么？200个？就你话多，对不对？不做做400啊！来，看好了没？谁不做就给我罚，谁做的不标准也给我罚。1、2、3、4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了，这样就不行了。还想当男子汉，还想赢，是不是？就你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快起来！看好了，那边的灯塔
从现在跑过去，30分钟之后回来。去。不是吧？这跟篮球有什么关系啊？就你们俩话多是不是？快跑啊！快跑！把球子给我。 哎，兵哥，我要不要对他们那么狠？响鼓他要重锤敲嘛，要不然叫你过来干嘛？行吧。